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耶！我是朱怡群阿群妹。好，阿群妹知道吼，带到台湾真然是一件动幸福的事情。怎么个安尼讲呢？因为台湾的气候啊，本地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无穷样的青菜，然后无穷样的果子做得食。每个世界都会就会生样板的果子了。故说啊，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小解啲热发发嘅热甜、青色色来色的果子，也就会呢水梨吼，董事人讲太梨。其实啊，也水梨啊，唔但像董事有名呢啲美丽的山湾，也有同有名的水梨哦。故说今日福喜来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小解美丽山湾的果子水梨。好，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的来宾是一个后生条的分享志雄，欢迎你。大家好，我是学雄，很高兴来到这里。好，欢迎志雄来到你节目当中。其实志雄不是客家人，但是嘿客家西龙，对不对？听得懂西龙是什么吗？女婿嘛。对，客家女婿。故说啊，今日节目当中，我从大家来小解记呀哈，就系第个种水梨，在种水梨，对不对？那其实现在差不多渐渐的水梨要出来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水梨的产季是什么时候吗？在我们三湾这边的话，是每年的大概6月底左右，然后6月底就会慢慢开始，差不多8月中左右就采完了。到8月中左右，但是其实这个6捏到半捏啦，有懂都某 Q 用的品种，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品种，对不对？比如说像在三湾有哪一些品种？目前我们三湾这边主力的话是种风水梨，风水梨，它从日本那边来的温带梨的品种，然后甜度很高啊，肉很细。哦，听你这样讲，你知道刚刚那个志雄介绍的表情，它甜度很高啊，肉很细啊，非常厉害，对啊，听起来就觉得哇，很好吃的感觉。对啊，然后大概在2年前左右的时候，又透过我们一些农会的帮助，从国外再引进了秋黄梨的品种。秋黄梨，然后它的甜度还比风水梨更高。哇，秋黄梨是哪一个国引进来的？它主要是从韩国那边啊，韩国的梨，然后后来再从大陆内里，从把梨穗进口进来。所以有这个风水梨、秋黄梨，还有哪一些品种吗？还有一个算是台湾的杰作啦，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农改场自己育出来的品种，叫做蜜雪梨。蜜雪梨，对，然后它跟你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梨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绿皮的。绿皮的，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对，那个现在这个还不够成熟，再成熟一点，它一颗可以到这么大。跟小朋友头一样大。哇塞，这真的可以说是你台湾的杰作，对不对？自己台湾配种出来的，这么大颗，而且又这么好吃，而且名字很可爱，叫蜜雪梨。对啊，对 ，Michelle。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吼，怎么个你美丽山湾的水梨会按有名。其实这个台湾每个地方，我觉得适地适种很重要，所以像第山湾呀，在手材就很适合来种水梨。那就可以邀请志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三湾可以这么适合种水梨呢？因为其实三湾它的整个腹地主要都是以丘陵为主。那在丘陵地的话，它的排水会相当良好，比较不容易积水。所以说，相对于某些产地来说的话，我们比较不容易水伤。然后我们是偏比较黏质的土壤。土壤比较黏，可是土壤比较黏，对于种植不是比较不好吗？其实对果树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看它的 pH 值。我们三湾这边的土壤大部分都可以维持在5.5到6.5之间，这是最适合果树。微微的偏酸性。对，微微的偏酸。对，那这是最适合果树来吸收各项微量元素的一个酸碱值。对啊，所以说土好。然后再加上水好，因为我们刚好流经中港溪流域，附近还有永和山水库，所以说我们那边的水质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管控。对，土好水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在气候的部分的话，其实啊，我们在三湾那边的雨量，相对没有那么高。但是三湾，你刚刚说它是丘陵，等于说它是有一点点是微微的山丘的状态。对。但是它的雨量却不是这么的高。对，这因为有迎风面跟背风面的关系，所以即便是台风，也不太容易直接扫到苗栗这边来。对，我刚刚就在想说，你看6捏到半捏，这个就是你风采轻抖呀的规节，所以在苗栗的三湾，在台风的话，其实它是照你刚刚讲是比较在背风面的状态。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苗栗县算是对农
农业来说蛮得天独厚的一块土地啊。没错，我也这么觉得。阿全摸矮带都没有离，我觉得很幸福。就是其实有什么很大的灾害啊，苗栗其实都还蛮安全的，大部分都闪得过。对，因为都是山，有没有？外面都是山包住了，所以啊，就会有要按呢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环境，所以才让三湾的梨子、三湾的水梨可以这么的有名，对不对？那除了有这个气候啊、水文啊、土壤、地形的优势以外，我想人为那些农村有一部分人力的部分，那人为的部分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种植方式。所以同太供应它你要得会种植的方式吗？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呢是采取安全无毒的无毒农法。我们是根据整个农委会发布下来的规定，然后在安全用药的范围之内去做病虫害防治。安全的用药，对，并且同时呢，我们还会做草生栽培。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不会看到我们果园里面光秃秃的，你会看到什么草都有。对，所以什么草都有，这个叫做草生栽培。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草生栽培它的意义是什么吗？为什么要让果园里面维持这么多草？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种东西就会绑臭啊，不然要得臭会把我要种东西的土地全部都占掉啊。为什么要草生栽培？因为其实草生栽培算是一个现在比较主流的观念啦。当我们的草生项越多的时候，其实里面的虫项也会越多。虫越多，听起来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哎。听起来，可是呢，这样说好了，我们在果园里面吃荤的虫我们都叫好虫。吃荤的虫，对，吃素的都叫坏虫。所以当我们草生项越多的时候呢，对。天敌之间的防治也会越丰富，越丰富，所以它会程度上再去抑制病虫害。所以我这样子说好了，假设 NEU 这个草生栽培有把它环境顾好的话，我可能今天我的农场里面会有螳螂。对。螳螂会吃什么？螳螂会吃我吃的可多了。对，所以蛾类的东西，那蛾类很多都是造成这个水果会损伤损害的。真的。所以这就是草生栽培的方式，有点像是不以肥归给笨蛋吃也没用哎，回归自然的感觉。没错。所以用草生栽培搭配安全用药，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草生栽培当草长高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再去除它，可是不除到底，让它之后可以继续长。那上面这半截除下来的呢，直接回归土地变成绿肥。哇，好方便哦，就会增加它的有机质的含量。对。你还清田眼呢，最自然的方式。对，而且你刚刚有提到是安全用药，但是安全用药我们很难去抓到一个标准。你要用同样的消费者，要怎么跟你的消费者说我们这边是真的是安全用药？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啊，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先去送农药的检验。那我们整个产销班呢，全部都有通过吉原谱的认证，那就是低或无农药残留的意思，并且还有现在政府在推动的产销履历的认证。然后像我们果园自己今年也自主送验311项农药合格，311项农药全部都是合格的，对，都是低或无检出这样子。所以其实啊，我吃到台湾的农民，其实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的果园，也很爱惜自己的产品，所以会做这个自主检验的这个工作，对不对？不气感安心，也给各位消费者放心。对，那除了种植，就是种植方法啊，还有这个病虫害的管理 ，and 以后啊，撒好了，你看兄弟底下就会养个奶牛。你刚刚说了，你们的土壤是稍微有点偏酸的这样子的土壤，那其实这种东西奶牛全部就会照顾到等候，要花很多心思去照顾土壤。那你们的土壤又是怎么样来管理的？其实我们会大量的施用一些有机质的肥料，然后还有一些资材，比方说像今年我们就用那个花生壳碎。花生壳，等一下，花生壳也要把它拿来放到土里面。对啊，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机质呢，如果说我们用的是粗纤维的有机质的话，其实它整个在土壤里面，我们把它拌匀以后，然后还有翻土的时候，对，它可以促进整个土壤的物理性，把它改善。物理性，改善它的物理性，你想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让它里面的土壤呢，它的孔隙、它的透气性更好。对，因为你有硬的，它整个土壤就会活化。你刚刚讲粗的纤维，比如说像有些人会用那个甘蔗泡。
甘蔗的那个渣，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花生壳，所以老叶的东西不用到奶油低度，这个土里面就会很松软，对不对？对，相对它本来的样子会很松软，所以做这样子的改善，这样子可以让果树吸收的比较好吗？没错，因为像我们有机质如果越丰富的话，里面的微生物也会越丰富。其实我们对果树来说，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不管你的微量元素是什么，都需要被分解成无机态以后，然后果树才能吸收。分解成什么？等一下，分解成无基态。无基态是什么东西？简单的说就是把它分解成果树能够吸收的样态。对。果树能够吸收的样态。拍摄后，我真的是。听不太懂，我相信天使机梗中，天使机条前在梗中应该也不是大家都听得懂，所以我就解释，希望那个志雄帮我们解释的比较细一点。OK， 没问题。对，所以其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不要的果树都得完全懂充分的吸收它的养分，对不对？就不会浪费。没错。然后也是像刚刚讲的，就是用轻吃眼内fon色、轻甜眼内fon色，尽量让它回归自然。按你这样有浓厚品质的水梨哦，古手啊含有浓度水梨的故事同后面是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富喜来的，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地度爱同大家来分享的是苗栗三湾的水梨哦。苗栗三湾的水梨我按有名，上一趟家下子用有同人讲的，因为呀奶油含个体型，还有气候的部分，古时候咱们有三湾有暗厚的水梨出现。唔单像安尼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来问志雄，就是啊，其实你刚刚有讲这些好吃品种的水梨都是从国外来的，尤其像你刚刚讲那个风水梨，它是日本来的，而且是温带梨。但是在台湾，我们是属于这个亚热带的部分。那把温带的梨子引进来台湾种植，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吗？其实理论上是种不活的。对呀。对啊，因为它就是太热嘛。那梨子其实它是一种要有虚冷性的一种长期作物。你想这个日本啊、韩国啊，都是比较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没错，所以其实啊，为什么这个技术会出来呢？大概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我们台中东势那边有位农友，一位张先生，他从日本那边引进了日本的花苞，然后他想说试着把它嫁接在我们本土的衡山梨上面看会不会长，结果没想到被他嫁接成功了。然后就长出日本那个品种的水梨。没错，你接什么品种，它就长什么品种。但是它底下的根部，还是原本在台湾我们自己原生的树种。去给台湾青色，它被你刚刚说是衡山梨，对不对？就是粗梨的树种。就是粗梨吃起来应该就是那个纤维很粗，对不对？然后水好像还蛮多的，但是其实那个口感是不是那么好的？对，它纤维跟丝细胞都比较多。所以它底下是本来台湾本土的树种，然后这样嫁接出来。对，那你想要接什么都可以。大部分的。所以现在像在三湾你们种了这么多品种来说，都是接枝的做法。对，没错。就是全部都是。就除了蜜雪梨，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开发的品种，所以不用接枝它也能长。可是它有接枝比较大。有接枝还比较大，会长得比较好，所以接枝这个技术的发明，应该来讲，嘿，你台湾人非常非常聪明的地方，对不对？而且也是很珍贵的技术。高阶梨是台湾发明的技术。好厉害哦！我觉得台湾农民色彩还太强哎！你看有按哪个技术，嘛个梨耶在台湾，不是说所有梨子，大部分的梨耶，对台湾做到的上都浓厚。对不对？而且味道也可以很好，所以这就是你们所有的树都是这样子做嫁接的技术。那嫁接会很困难吗？嫁接是一门技术活，比如说不太容易难的地方。对啊，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先来讲整个嫁接的流程。我们大概每年大概是10月左右吧，10月、11月左右吧，就要开始处理梨穗进口的问题了。每一年都要这样子一次。因为虽然说台湾在梨山那边现在也已经有在推广想要做台湾本土梨穗的供应。可
可是其实质和量都还在进步中。所以是想要推广台湾自己高山的风水梨吗？是等于说就是因为梨山那边的气候啊，它自己本身可以种温带梨，它不用接。对，所以说除了它自己本身可以生产鲜果之外，那我们的平地的高阶梨，我们的原料当然需要这些梨穗。对，所以现在梨山那边呢也开始有在推广，就是它是专业的养穗园，它不生产鲜果，它就只生产梨穗，然后供应给台湾的高阶梨农来用。对，虽然也有，但是质和量其实都还没有进口的这么大，所以其实目前我们大宗都还是以进口为主。对，那像风水的话，我们只能从日本那边进口而已。那像秋黄的话，目前是从台湾大陆这边进口。然后进口了之后，下一步是？对，然后接着呢，我们拿到这个梨穗以后，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要做手工艺，每一天晚上要做手工艺。对，因为其实呢，它的梨穗来的时候，一箱打开10公斤，每一条都是一条一条的枝条。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条一条的枝条上面呢，它可能每隔3到5公分左右就有一个芽点，看起来像小花包，对，看起来就像小花包一样。好，那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要先去帮它把它的外皮呢削开一点伤口。好，然后每3到5公分一个花苞截断。这样子做成每一笋的梨穗，然后呢，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这些梨穗去，然后去把它嫁接在树上，一支一支接上去，一支接。这所有东西全部都要人工，我没有听到可以用机器的部分，对，这个完全没有。无法被机器替代，因为像我们家，我们种植面积8分地，总共272棵树，然后我们每一年至少都要接24000笋上去，24000朵花，就是那一节一节的，24000个花苞，24000个花苞上去，对，本来的树枝上面，每一年都要重来，每一年都要来一次。知道种水梨比其他按都会购置含咖啡工更费工，对啊，要花更多力气。讲一句实在话啦，就种高阶梨来说，可能是我目前听到过所有作物里面人工最重的、最难的，对不对？它不像是树种下去，还有就老给照顾后，机会当年进上，它不是每年要重来。对，没错。但是也因为要重来，所以它的品质每年都很好。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人为控制啊，从一开始第一道工序开始，对啊，就全部就会速工。你没有办法漏掉它，全部都一定要监督得很仔细。对啊，对，所以出来这么好水梨的品种，这么好的品质，那你们也帮它取了一个名字，你们的品牌很特别，叫凤娇梨。凤娇梨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阿峰给我。对啊，因为其实凤娇是我岳母的名字。怎么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啊，因为其实这个故事要从我岳父说起。对啊，我3年前的时候，然后来，应该是4年前，4年前的时候来，当时还是我女朋友。对，来她家帮忙协助采收。对啊，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吃到3湾梨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台北人。我以前在台北，我以前在台北吃到的梨子啊，就是妈妈不削我不吃的，因为那个品质真的就马马虎虎而已。对，可是后来我那个时候去协助收成的时候，第一次吃到3湾梨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真的是吓一跳。怎么有本事把梨子种到这么甜，这么多汁，然后它那个肉质是细到真的用入口即化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对，我真的吓坏了，这真的是梨子吗？对，我真的吓坏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后来我老婆跟我讲说，其实3湾大概普遍都是这样子啊。我说真的假？怎么可能？可是台北没看到过啊。对，然后他就说啊，就3湾这边就自产自销啊，所以台北看不到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技术不能失传。对。可是后来我老婆跟我说，他老爸如果退休以后，可能就没有人接了。因为他弟弟还在电子厂上班，那有比较稳定的工作。那我想到这样太可惜了，这样这个技术如果失传的话，以后我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梨怎么办？对，那不好意思，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工作也告段落，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请他爸爸把这个技术传给我？所以其实你本来完全跟农业完全没有关系。
八竿子打不着边，而且也从小到大都在台北长大。对。但是你就是因为吃到这个好吃的水梨，觉得它实在是太美味了，千万中唔得某太，鼓手就决定要回来帮忙。真的是，对啊。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开始种了梨子以后啊，对。然后我想说，其实这么有特色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帮它做一点商品的差异化，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是做一些贸易相关的，对，所以我把一些商业概念融入进来。那我们来做一个自有品牌，那自有品牌必须要有它的底蕴，要有它的精神在，那其实我观察我岳父，他其实不太多话，他就是默默的做，可你明知道他关心，可他就是不讲出来。懂得话港影都这样，客家人都这样，都不喜欢把爱说出来的。对，他们不善于表达，可是他们会去做。那我就看到说，其实你看他今年都已经60几岁了，可是他投入在梨子上面的这些心血，然后包含他对于这个家庭的照顾，他不讲，但是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有一个很深的爱在里面，对啊。那这是对整个家庭、对自己的子女、对包含自己的心血，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血应该要给他爱的人，所以对，所以我说，如果有一种方式啊，可以铭刻他爸爸的爱的话，那就把他的心血以他老婆为名，所以就变凤娇梨。好感人哦，怎么那么浪漫呢？所以其实怎么客家人真都唔會留愛講出來。那其实你看得到，你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爸爸的爱，爸爸对老婆、对家人的爱，就是这一个果园，他就是为了要爱这个家人，所以很辛苦的经营这个果园。鼓手就有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品牌就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其实啦呀。风给你的后面西啊，刚刚听志雄讲了很久，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品种的水梨？风水梨。风水梨，它比较这就是当初让我一脚踏进3湾的风水梨。那就一定要来吃一下啦！好水哦，很厉害哦。哇塞，现在还没有真正到产季，但是它已经非常非常甜，非常非常水了，对不对？对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蜜雪梨，蜜雪梨它比较偏酸甜。这个酸味可以让它的甜味更明显。所以其实不一样的水梨，它会有不一样的滋味，就会有不一样的口感在嘴巴里面蹦出来。不一样的风味，每一个梨子有它不一样的个性。对啊，而且其实像蜜雪梨，很多女生超爱的。真的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味道。真的。对，鼓手啊，你看你没有你3湾的水梨啊，按有特色，按好的米食，鼓手会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讲其他的故事哦。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今日节目，度要同大家来小嘅係苗栗3灣呢，真然係又水又甜又好食嘅水梨哦，加上阿權妹又食咧，韓國啊今日要小嘅品牌很多。阿鳳叫誒，鳳嬌梨，因為佢係象徵伊隻爸爸對家母娘對家烏卡人嘅愛心，故所以有一隻品牌嘅名嘅很多鳳嬌梨。不過人家還沒有看到這個上面的禮盒非常美麗，這個禮盒。聽說是志雄自己設計的，對，這是我自己設計的。對，它除了顏色啊，我覺得顏色非常的繽紛，但是似乎還有很多巧思在裡面。沒錯。对啊，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精選禮盒。那我先從它的內容物規格開始講。好。對啊，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大部分的蔬果分級都還是看外觀，可是其實我們吃的是肉，不是皮呀。對。對。所以其實我這個已經開始引入了用內容物，就用甜度。来做一个规格，比如说，只要是我们这一箱出来的话，都是甜度保证11度以上。你是说白色这一盒，还是说只要是这一箱？对，就这个精选礼盒的话，都是11度以上。11度以上，甜度保证。对，没错。然后把它设计成2层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品种嘛。对。所以当它的采收期有重叠到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让它出综合的。哇，水梨综合礼盒，对，所以你买1箱可以吃到2个不同的品种，好棒哦！
对啊，然后其实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像业务朋友啊，做保险的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经常也需要送礼嘛，对不对？啊，其实有时候他们的客人收一大箱不太方便，那我这个可以把它变成2个小箱。所以它可以当做是2个送2家人，送2个客户，没错。所以它可大也可小，可以变化，随你喜欢。所以你可以随便的组合，就因为你做了这个很可爱的这个纸箱的设计，对不对？哇，楚忒优雅这个这么精巧的，然后而且还完完全全 V 掉这个商品 V 掉碎礼量身打造的礼盒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大礼盒哦，这个大礼盒它是。这个是我们的顶级礼盒。顶级礼盒，它的规格是呢，把最大的14两以上，15、16两，甚至到18两的，对，送长辈的，对，大老板的，对，这是顶级礼盒。对，然后呢，它除了最大以外，它的甜度不只是11度以上哦，我是直接把它每一颗都精准到小数点后1位，每一颗跟你保证。然后呢？我们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格数，跟你一般的 Noble 看到的水果的哈贝某 Q 用外面就是一个大盒子，然后可能1颗水梨外面就用海绵把它包起来，顶多它就是一个凹槽一个凹槽，一个洞一个洞。你的是直接给它一个家没错，因为我量了超过200颗果子的直径，然后算出了这个平均值，设定出了这个内盒的规格，然后它除了可以装6颗以外，这个夹板是可以活动式的，所以我可以再把它打平，然后变成装8颗。对啊，哇，所以这个也是你的巧思。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小卡的部分，对啊，上面除了有我们品牌故事以外，然后3个我们主力品种的介绍，好可爱哦。对啊，然后呢，下面这6格是什么意思呢？几点卡吗？我们打开以后不是有6格吗？对，你只要拿着你的小卡对着这6格，我在上面直接帮你写哪一颗是几度，所以你只要吃1次，你就知道你最喜欢吃几度的。原来是这样，我觉得你好聪明哦，呀就黑呀哈型的农民，感知到传统产业，像这种种水果农民，在经历过到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要转换，要转换，而且要设计，要花很多脑筋。我觉得你做得很好，而且可以让乡亲朋友们 Visa 很清楚知道你商品的资讯，你的资讯是非常非常透明的，而且很精准。但是我很好奇呀，这个精准度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你说你的甜度都得大粒，全部就这类到它的甜度。可是以前的甜度不是就是用果汁吗？难道你每颗都把它榨汁吗？当然不可能啊，对啊，因为其实传统的甜度测定仪都是就像你说的要榨汁，对。可是你测完这一颗不能保证下一颗，所以我们去年花了快100万。买了一台，对，买了一台现在全亚洲精度最高的非破坏性光波甜度测定仪。非破坏性光波甜度测定仪，它不用破坏水果，完全不用。传统测甜度的方式是果汁，对，没错。果汁滴到仪器上，然后让它测甜度。那现在这样子是不用破坏它，对，所以它其实长得像一台电子秤哦。然后我只要把梨子放上去，2秒以后它会打一个光波上去，它是用近红外线的原理哦。然后收到它的反馈以后，跑过它的减量线以后，最后它就跟你讲这个几度。这么方便，对，所以其实这样就非常非常快速的做在本小 Visa 也给农民自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就不用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水果榨成汁，然后拿去哪里测，而且还不是每一颗都能测，因为它不能破坏嘛。对，所以当初买了这个机器也是非常大手笔。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其实它的用途不止在我们定行销的规格之外，其实因为我们前面不管生产过程怎么做，最后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果子的甜度嘛，还有它的肉质、水分嘛，对不对？所以当我测出这个甜度的时候，它等于是一个结果，我再用结果去回推，我就可以修正我的生产过程中哪个地方我可以再把它做更好，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不断的试验，不断的尝试，还够检视它的每一颗成果，然后再回来重新做调整。所以这就是把新的观念带到传统的产业，唔单像按呢还有那条新观念，都得带到亚下传统的产业地度。先来看一段样片。它
像这样接上了以后，对不对？我们就会用胶带把它捆起来，好，然后大概在21天左右的时候，它就可以开花了。每一只都要剪好，大队的工程。这边不是那么快，我这水泥要套进去。两个果然东农业，你用低树盖谈一些子，独来走人一杠主因。做的下面是有，下面有也有工具，对，白色这边是工作的时候才可以一个人就。在包水泥的时候，那个需要超多的耐心，我一下包一包就没耐心了，就不想再包了。为什么？太累了。对啊，而且手还要伸上去，手还会很松。他们不见得自己务农或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们要对这个世界上其他角落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为我们做了什么贡献，要有至少对着食物、对着这些，他要心有感激的心。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在销售。消费者在体验的过程中，他同时也在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是用铁丝的颜色分水泥的品种，所以剪下来我们会尽可能分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不同的品种的水泥，我们就已经会分开放了。三番购入理产销办停一办，今年头一摆推出梨树年终计划，发起个年出基，民国70年出世，对推北就业上班族理个改系指标，竟因为推翻农业属台环境限制通道，小农听潮而团结起来。如果只是把自己顾好而已的话，在大环境限制的前提之下，再好也有限，所以还不如我们干脆改变整个大环境。哇，刚才你看到的样片啊，就会志雄给发起的这个梨的应用的发通哦，大家做得去认养梨子。不过，虽然呀应用梨啊，其实对农民、对消费者都有好处。可以请志雄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处有哪一些吗？这个3湾梨果树认养计划呢，其实我们是观察整个产销结构以后，发现它中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包含商业、包含生产端，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就生出了这个3湾梨果树认养计划。对于农民来说的话呢，因为其实3湾这边大部分都自产自销，对，所以说其实他们的客人大部分也都跟着他们的梨农的年纪也一起老了，对，所以这个封闭的通路它慢慢在老化，那没有新血来承接，所以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曝光，一个比较开放式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新的然后能够接受新观念，能够支持小农的消费者能够进得来，然后并且我们在整个果树认养计划推动的期间呢，我也帮大家每个果园都建立生产参数，包含比方以前他们1年验土验1次，我们现在1年验土验3次，然后帮我们做记录，未来你就知道说你的这个果园5年线、10年线如何变化，是在生产端。然后在定价的时候呢，我们先把整个定价权回归到梨农的身上。不要给中盘、大盘。对啊，因为其实以前都是让盘商在决定整个市场行情，对啊，那反而生产者没有那个决定权。那我们先把这个定价权回到梨农身上，对，由他们来定价，然后我们这边固定加一个管销费用而已，然后做一个末端售价。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对于消费者他们是不是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梨子它生产的方式，那可以看到它种植的过程，所以也对水梨多了一份信任感，对不对？没错，而且透过他们来源的体验的话，因为只要是认养者的话，你整个年度你都可以透过预约，免费来这边开梨园的浪漫茶会，然后浪漫茶会，对，然后可以来这边体验农务，然后跟帮你种植的这个梨农朋友。交朋友，对，跟他交朋友，这就可以建立他的信任感。对，所以其实啊，大家都在了解到吼，这个农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有一种新的方式。故说啊，各位乡亲朋友，假使你想要了解3湾水梨的后面是，听操就在搜寻这个凤娇梨哦，对不对？搜寻凤娇梨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对，凤娇梨的话是我们的品牌，对，那也可以直接搜寻3湾梨果树认养计划，会有我们的官方粉丝团跟官方网站。哇，故说今日沈蒙志雄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你。谢谢。没沈蒙各位观众朋友，为舒克休息一下，停停运动，欣赏来做运动。